咁今日行過漁翁街就見到呢個天后古廟啦，咁就入去行咗一圈。呢個古廟呢，就見證咗澳門嘅發展變遷嘅。咁呢座天后古廟就係建於1865年清朝嘅同治4年，咁佢又叫地母廟啦。啱啱都見到有齊天大聖喺入邊。佢喺澳門半島上面係非常重要嘅歷史廟宇之一，反映咗當時漁業社會對海神嘅信仰。咁呢座廟宇呢，喺歷史上進行過多次嘅修葺，啱啱都見到廟入邊有一塊1987年嘅天后古廟重修碑記，記錄咗相關嘅維修歷史。雖然經歷咗現代嘅城市變遷，周邊嘅環境已經發展咗做工業大廈，但係廟宇本身都保留咗傳統嘅中式建築風格，供奉天后娘娘。呢個就係天后廟啦，天后古廟前邊就係化寶嘅地方，有一個好細嘅荷花池。咁喺呢度就係太歲拜太歲嘅地方，大家可以嚟睇一睇有冇屬於自己嘅太歲。呢條樓梯我都上過去，但係因為閂咗門，所以就冇入到去啦。下次有機會再影俾大家睇睇。呢一個細細個亭仔就係應該係拜三角嘅人物啦。